CIA 同摩薩德究竟點樣揾到伊朗最高領袖嘅秘密大院？成件事係朝早8點左右開始嘅。CIA 嘅德黑蘭市中心呢棟大廈追蹤咗幾個伊朗高層領導人。美國情報部門同以色列嘅伙伴分享咗一個關鍵線報，佢哋幾個月嘅一直用太空軍嘅低軌道衛星靜靜地入侵伊朗嘅通訊渠道，但係要發動一次襲擊冇咁簡單。第一波攻擊入邊，佢哋要先摧毀大量伊朗嘅防空系統。呢個關鍵步驟為大約200架以色列戰機嘅大規模打擊部隊清理嘅空域，但係呢個區域防守好嚴密，佢點樣摧毀一個咁深埋地下嘅目標呢？其實佢哋用一座地炸彈，一啲延遲引信炸彈會先穿透厚厚嘅混凝土，之後先爆炸。呢個係第一部分，以色列同美國究竟點樣成功暗殺喺地球上其中一個保護得最嚴密嘅人？答案係咩？一次前所未有嘅聯合行動。幾個月以嚟 ，CIA 同以色列精英部隊一直進行緊一場暗中情報戰。佢哋用咗一個由監察衛星、竊聽通訊同人手間諜組成嘅情報網，極度保密嘅追蹤住霍梅尼每一個舉動。利用由低地球軌道監視衛星截獲嘅加密通訊同高處人員組成嘅複雜網絡，喺政權內部，佢哋煞費苦心咁繪製咗阿圖拉·阿里·霍梅尼嘅每一個行動、安全規程同日常作息。漏洞3：牧場街峰會。美國情報部門發現咗一個轉瞬即逝但影響巨大嘅漏洞，即高度機密嘅晨間峰會。呢一突破至關重要。伊朗頂級軍方指揮官、安全顧問同埋政治官員齊集喺德黑蘭市中心重兵把守嘅牧場街大院。佢哋以為有多重城市基建、主力護衛隊同埋最先進嘅防空系統組成嘅堅不可摧保護傘，將自己保護得密不透風，好似本土自製嘅巴貝爾導彈同埋遍佈全城嘅 IS-400雷達系統一樣。領導層聚集喺一種虛假嘅絕對安全感之下。第二部分咗啦。要摧毀一個目標，究竟動用咗幾多架飛機？行動嘅焦點就係拜特拉瓦里、哈梅內伊高度保安嘅官邸同埋中央辦公大院，位於德黑蘭市中心。雖然佢哋動用咗大約200架飛機，但針對拜特拉瓦里嘅局部打擊，其實係一場龐大而且完美協調嘅空中行動嘅核心。由以色列起飛，配備加油機，進行喺史上最大規模嘅軍事飛越行動。以色列空軍出動咗大約200架配備 GPS 鑽地炸彈嘅戰鬥機。正如所講，其實喺當時係一個比較淺嘅地下設施入邊，而以軍用作彈藥嘅就係自由落體導引炸彈。呢啲炸彈輕易就穿透咗泥土同加固混凝土，引發咗成個地下結構災難性倒塌。根據泄露嘅以色列情報報告，正有30枚重型彈藥直接投放喺最高領袖嘅建築群上面，確保結構徹底崩潰。要徹底摧毀呢啲目標，就要靠專門嘅鑽地炸彈，配備延遲引爆保險絲，等佢哋可以實質穿透深層泥土同混凝土之後先爆炸。有一支專門嘅特別中隊，直接將30枚鑽地炸彈送到哈梅內伊嘅建築群。其餘嘅機隊就同時喺伊朗領空執行任務。佢哋投放咗幾百枚彈藥，佢哋超過500個目標，即時令關鍵防空系統失效，同時摧毀彈道導彈發射井。嚟到第3部分，呢度就係伊朗犯咗錯誤。伊朗人喺保護領袖方面犯咗好大嘅錯誤，因為佢只係喺一個淺層地下設施入邊。所以投放嘅炸彈好容易就穿透咗泥土同加固混凝土，導致成個地下結構災難性倒塌。情報來源之後揭露佢嘅選址上有致命嘅戰術漏洞。佢哋躲喺園區入邊2個最深、最高安全級別嘅地堡設施之一，嗰啲地方要用美軍最重型、最專門嘅炸彈先可以攻破，要用專門喺炸彈先炸得穿。如果佢換咗地方，最少都會安全嘅。攞到第4部分，到底實際死咗幾多人？雖然被消滅目標嘅完整名單仲喺全球情報評估中，但今次打擊已經一舉摧毀咗伊朗嘅行動領導層，造成毀滅性打擊。同哈梅內伊一同出席嘅仲有高級軍事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嘅係伊朗革命衛隊司令穆罕默德·帕普爾少將同國家安全顧問阿里尚卡尼。不幸嘅係，爆炸仲奪去咗當時在場嘅幾名哈梅內伊家人嘅生命。
但第一波攻擊，包括200架噴氣式飛機同美國飛機戰斧巡航導彈，不僅擊中咗佢嘅住所，美國巡航導彈主要負責摧毀防空系統，而200架以色列國防軍戰機則殲滅咗伊朗領導層。總括而言，美國同以色列部隊據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喺1日之內就攻擊咗伊朗大約2900個目標。中央司令部僅1日之內，有報道指 CIA 疑似透過大量騷擾電話、跳號來電同網絡入侵，滲透咗伊朗嘅通訊系統。呢啲數據唔單止會導致垃圾信息同詐騙嘗試，佢仲有機會影響你嘅保險費率，最終甚至喺你最需要信貸嘅時候被拒絕貸款。Incogni 會定期掃描，防止數據經紀人重新上載你嘅資料，幫你保護私隱。你仲可以用到一個清晰嘅即時儀表板，隨時追蹤你數據嘅狀態。如果你用 Incogni 嘅無限計劃，仲可以額外用到呢個自訂移除工具。呢個時候 Incogni 就幫到你啦。複製任何公開你資料嘅網站連結，去到自訂移除工具，貼上個連結，再咁提交就得，就咁簡單。之後等大約30至45日，你嘅資料就會被移除。所以用 Incogni 攞翻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啦。用下面 incogni.com/Ateli 呢條連結，再輸入優惠碼 Ateli 買年費計劃即享6折優惠。但究竟用咩武器可以穿透幾層混凝土？其實佢哋有種叫做地堡黑星炸彈，炸彈前面有個雷射感應器，後面就有可調校雞翼片。中間部分有個大約650磅重嘅彈頭，入面裝住 Tritonal 炸藥。呢種炸藥係8成 TNT 加2成嘅粉混合而成。最後尾部仲有可收納雞翼片。為咗俾你更清楚嘅有幾大，可以同一個人比較下。個彈殼長大約19尺，即係差唔多5米。呢部分係用炮管做嘅，非常堅固。佢直徑有14.5寸，即係大約37厘米。所以算係比較窄，佢係特登設計成細啲嘅橫截面面積，咁樣設計，即係話炸彈無論穿過泥土定混凝土，移開嘅物料都會少啲，所以可以穿透多層加固碉堡或者建築物，最遠甚至可以去到接近100米。乍眼睇落，呢棟樓好似普通6層高嘅住宅樓，仲有太陽能板屋頂。不過其實呢個建築物嚟咁簡單。令呢棟樓特別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喺地下有個地庫，傳聞入邊仲有一個地道網絡。呢啲地道相信係用嚟做緊急逃生通道，令到呢個地點嘅戰略價值更加高。我哋整合咗幾個唔同嘅情景，幫你更清楚了解以色列國防軍嘅暗殺手法。中情局同以色列國防軍會用間諜同特工去收集高價值目標嘅情報。特工有清晰視線之後，就會等確認高價值目標已經到咗會面地點。據報呢個目標人物去咗南部郊區嘅地下總部，準備同幾位高層領袖開會。據講，以色列官員喺9月27號星期六下晝收到咗呢個線報，預計會有戰鬥機用鐳射導引器鎖定同照明嗰棟建築物，集中針對其中一棟特定建築物。之後有10幾架 F-15 戰機唔止投擲1枚，而係投咗80枚唔同類型嘅炸彈。最尖端嘅武器應該就係穿透力極強嘅鑽地炸彈，可以穿過呢棟6層高嘅建築，將6棟建築全部夷為平地，同時喺行動中消滅咗哈山納什魯拉。而家我哋睇下第二個情景。如果喺伊朗間諜協助以色列國防軍，佢可能會有摩薩德特工或者士兵喺附近，確認納斯魯拉嘅位置，或者用地面激光標定目標。喺呢個情況下 ，GPS 坐標就會傳送俾以色列國防軍。一切準備好之後 ，F-15 戰機就會投放大約80枚唔同類型嘅炸彈，將成個6棟大樓嘅建築群夷為平地。之所以要投咁多炸彈，就係為咗確保可以徹底消滅一個咁高價值嘅目標，好似哈桑納斯魯拉嘅。可惜呢次行動造成咗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呢個都係一個悲劇性嘅代價。最後我哋睇到第3個情景，亦都係最有可能發生嘅。過去5年，駛入真主黨嘅通訊系統，攔截加密信息，而唔使派任何特工入黎巴嫩或者貝魯特。
一得知真主黨領袖到嚟嗰棟大廈，一架 F-15戰鬥機就即刻飛過去投彈，一輪猛烈轟炸，炸彈將地下碉堡入面所有領導層全部消滅。以色列國防軍用咗80枚炸彈，包括 Mark 82炸彈、地堡克星同 GBU-39呢啲武器，都係以大約30億美金向美國購入咗一部分。我哋一齊睇下成個過程係點運作。第一步，首先用離射照射目標，或者已經用 GPS 定位嘅目標。第二步，一架 F-15戰鬥機飛到被照明嘅目標附近，然後投放炸彈。第三步，炸彈一投落去，前面嘅導引系統就會同尾部同翼片連接，咁樣就可以令炸彈做出精確調整，準確咁飛去目標。第四步，正如之前講過，呢款係專門用嚟炸地堡嘅炸彈，可以穿透大約6米厚嘅鋼筋混凝土地堡，亦都可以穿過大約100尺嘅鬆軟泥土或者建築物。第五步，以前 GBU-28會裝有類似嘅延遲引信，令到佢可以喺穿透目標之後先爆炸，而唔係一撞到就爆。呢隻炸彈入邊有700磅 TNT 炸藥，爆炸範圍可以去到幾百米。對於呢個尺寸嘅炸彈嚟講，已經好誇張。作為一個工程頻道，我哋都會探討下點樣可以將呢啲 Mark 80同82系列武器變成導引炸彈。當佢釋放嘅時候，其實就好似普通冇導引炸彈咁樣跌落去。正如之前講過，呢隻炸彈可以裝上前引信、尾引信，或者兩樣一齊裝。當炸彈撞到地面嗰陣，前面嘅引信會啟動，會由前面開始燒通引信管道，直到後面，佢就會引發一個好大嘅爆炸。另一個選擇就係用尾部引信 FMU-139。呢個通常用嚟做延遲爆炸，係由飛行員設定嘅。當炸彈擊中目標嗰陣，炸彈嘅重量會穿透建築物嘅混凝土表面。引信啟動之後，導火棒會喺幾秒之後根據設定引爆500磅炸藥。呢支槍雖然只係賣4000蚊，但已經可以造成好大破壞。我哋仲深入探討過核三位一體入面嘅海、空、陸3個部分，所以記住訂閱我嘅頻道，唔好錯過更多精彩影片。